我们要这里分别演讲，讲是施丽媛医师要咱讲这个谈食品安全跟健康饮食。施医师，请。各位长辈、各位乡亲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日真多谢节目兄，我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分享一寡甲有关这个食品安全甲安怎的健康的饮食的这个题目甲大家分享。唔知我的 slide 好唔好？讲到饮食对咱台湾人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咱华语有一个话讲做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咱嘛阮爸嘛拢常讲食饭皇帝大啦所以咧，咱这个最近几十年来台湾因为经济发展甲这个世界的这个交陪拢真多所以台湾发展出来一个真精致的这个多元甲精致的这个美食文化所以真侪人讲咱台湾是美食的天堂啦所以咱会当对早顿对这个食中国的北方的这个豆浆、烧饼、油条食到阴暗半暝宵夜来去青叶食一个青州小菜咱也嘛会当讲共一顿暗顿会当来大饭店食这个满汉全席也是来去西夜市食一个夜市小吃共一顿饭内面咱嘛会当对这个西式的这个意大利这个bruschetta pomodoro 食牛排，然后食到尾用一个艾文芒果冰做甜点happy ending 所以有一个美食部落客讲对台湾人来讲，上大的挑战就是挨饿不吃但是真可惜的，最近这10年来伫台湾一连串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事件爆发最上大心这个毒淀粉的事件这个香精面包的事件，用这个低价卖的这个米是这个地叶来混充米、混充油的事件甲这个大同这个混充油假油事件用这个低价的大豆沙拉油，甲你掺同叶绿素做高价的这个橄榄油来卖这个问题这个海鲜食品为着要互伊保持这个新鲜，掺这个孔雀石粒，这是一个致癌物的问题到2014年，这个地沟油事件也是这个乌心油事件达到这个食品安全的最高潮用这个应该在等遐角的不能用的这个废弃油还是地沟油，重新提炼了做这个关键的这个猪油来卖卖互这个一般这个咱伫台湾真有名的这个食品店，也是百年老店统统中标一时间伫台湾，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惊吓一个程度我会记有一个阮婆婆打电话给我讲讲即摆阮啥物拢毋敢食叫大嫂去买猪油，倒来甲伊炸猪油食猪油安尼。我讲妈，但是猪油嘛对身体健康真歹咱较顶下有讲到咱的健康的饮食内面，其实猪油嘛毋是有好的所以这要安怎是好咧但是。来可能会讲时事你讲迄种台湾的代志，咱即摆住伫北加州应该这代志和咱较无关系啦但是美国敢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嘛是有啦咱来看伫2015年4月初3到15，无到2礼拜中间，美国的 CDC 就报告有7件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这个绞肉内面有塑胶袋啦婴儿食品内面有碎玻璃啦也是讲一寡食物。这个 hummus 这个 nuts 内面有沙门杆菌也是 listeria 细菌的感染的问题咱若去超级市场要买一罐这个豆油啦这个架仔顶悬琳琅满目豆油乌醋啦这个香油啦米粒这咱拢常来买的嘛你注意甲看一下，伫迄顶悬竟然有一个细细地牌甲你写一个warning叫你来注意听讲，即个超级市场内面卖的一罐米内面含有一寡化学品，即个化学品会致癌，也是讲即个化学品会有即个孕妇产生即个囡仔的 birth defect， 就是生产出来即个囡仔有先天的障碍这互你看到煞真惊吓即个一个架仔顶悬几百罐的米到底是对一行伊也无甲你讲敢若甲你讲内面有致癌物甚至即摆报电视咧报你后日来去 Starbucks 啉咖啡
咖啡顶面嘛，甲你写讲咖啡可以致癌吼，所以吼，实在讲起来吼，一寡食品安全的问题，咱是是遐尔清楚，咱无讲真了解吼。啊，但是咱吼，尤其是即马即个大众媒体的即个发展吼，一看 Facebook， 一看 Line， 来点一下吼，大家讲哦，即个袂食啊，迄个要搁中毒啊吼，咱大家吼实在是实在不懂啦吼，啊，但是食啊也实在是足袂安心吼。所以今仔日我就从即个食品安全即个问题吼来分类吼，来做一个较深入的讨论啦吼。有关食品安全第一项对健康上介无好的吼，即个是感染源的问题啦吼。这马上就会出问题的情况吼。这个什么叫做感染源的问题？是讲即个食品内面有白菌啊，还是有病毒啦，还是有即个细菌毒素的污染吼。你若食到即个有细菌，还是病毒污染的即个食品吼，你会引起即个病叫做 foodborne illness 啦吼。即个若准照字来翻译，伊应该叫做食物传染源造成的生病啦吼。啊，其实咱来语讲的较简单啦吼，就是叫做食物中毒啦吼。根据WHO 甲 CDC 的报告吼，伫美国一年内面有7600万的 case 的食物中毒 case。你若甲算吼，美国差不多有3亿人口吼，就是意思就是讲4个到5个内面中间就有一个人会食物中毒吼，不只是真普遍的问题吼。即个食物中毒的致死啊到325000人，因为安尼断5000人因为食物中毒死亡吼。会造成食物中毒的这个污染源吼，较侪是叫做诺罗病毒啦吼，诺罗 virus 吼，啊，搁来就是像沙门杆菌啦吼 ，Clostridium 啦 ，Campylobacter 吼，这是较常见的吼。但是会较危险的，引起咱甚至到死亡的这个较侪是这个沙门杆菌吼 ，Salmonella 吼，弓浆虫症吼，这个 Toxoplasma 甲这个 Listeria 吼，这是较严重的污染吼。大家若知影，若准一旦食物中毒，你的症状大家差不多知影啦吼，你的恶心、呕吐、腹泻、肚子绞痛哦，甚至有血便或脓便的现象吼。你若因为上吐下泻足厉害，伊致使到脱水吼，你有可能会发烧会头壳痛。要摆有食物中毒即个问题吼，一旦若有食物中毒，就是你就有病啊嘛吼。要爱莫产生食物中毒的即个上重要就是爱预防啦吼。prevention 是上重要吼，所以卫生吼、food hygiene都真重要吼。WHO 甲咱建议讲吼，咱要食品诶要注意即个卫生诶问题吼，爱 CCSCCT 啦吼。第一个 C 就是 check 啦吼，咱买倒来，还是咱要食物以前，咱得爱先检查吼，即个食品食物是毋是抑个整个是完整的吼，啊伊是毋是有失味去啊，是毋是已经有变质啦吼，也是讲即个食物顶管已经都有定点吼，有即个霉菌斑啊，还是细菌斑已经伫遐长出来吼，啊，所以若准安尼就袂食的吼。啊，第二就是讲要食物要食以前，你得爱彻底的清洁啦吼。啊，清洁当然有一定的步骤吼。第三就是讲你爱食物，你的像你若菜水果，还是你肉鱼吼，再分开来处理吼。熟食跟生食也要分开处理啦吼。即摆年纪较大，尽量莫用生食吼，但是你若算熟食吼，你得爱彻底的煮沸吼，爱煮啊够熟。煮熟了后吼，你根据你要食的量吼，你来分装吼。你若暂时1、2工内面无要食，几点钟内面无要食的物吼，最好家放在冰箱吼。啊，若搁较久无要食的吼，家放在冰库吼。啊，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即个 T 爱 throw away， 意思就是讲，你若看迄个食物已经有失味、有变质，还是讲已经有定点吼。我知影讲过去阮妈妈吼，若种迄个水果顶悬有浸点吼，啊伊讲吸起来就好吼，边仔拢会食进吼。其实迄个细菌还是霉菌的这个菌斑吼，已经会深入到其他你看起来正常的部位吼。所以一旦你若有了疑吼，莫用家己的健康做代价吼，你就是来throw away吼。毋是放伫咧冰箱的物仔，就是会当放一世人拢袂歹啦吼。放伫冷藏的物仔，差不多平均3到4天吼，伊就慢慢来变质吼。所以最好是咧3、4天内面食完吼。放伫咧冷冻库的物仔吼，1个月来最好一甲食完吼。你若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仔，你最好来个家重新煮沸吼，佮煮过吼，较食。还是迄个微波吼，爱超过165度 F 吼以上才食吼。有一寡即个罐头食品吼，
这个制作罐头食品内面伊的消毒无完全吼，所以造成这个肉毒杆菌也滋生吼。啊，这个肉毒杆菌也产生一个外毒素嘛吼，这个外毒素吼是会互你的肌肉僵硬吼，啊袂复健吼，所以这是致命的危险啦吼。啊，所以咱若准在食这个罐头食品的时阵吼，第一要注意吼，因为肉毒杆菌伊是一个厌氧菌吼，所以伊会滋生的过程伊会产气吼。所以咱真侪罐头的食品顶悬有一个安全按钮吼，就是讲你若甲挤落伊会哔啵哔啵，安尼就是还佫好吼，这个罐头无歹去吼。若准是铁仔的罐头，因为肉毒杆菌会产气嘛，所以伊就膨起来。所以迄个罐头若准已经膨起来，表示迄个罐头是袂食的吼，这就爱等下讲吼。啊，一般的这个罐头的食品吼，因为肉毒杆菌是一个外毒素，是一个蛋白质吼，所以你若甲煮伙这蛋白质的变性，你就袂对咱的身躯有影响吼。所以最好的罐头食品拢是煮伙以后才食用啦吼。有关这个食品安全的这第二个对咱健康有危害问题是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吼。重金属包括真侪啦吼，钴、锌、铜、镍。铬、铁吼，这是对咱身体需要的这个营养分之一啦吼。比如讲铁啦吼，铁你若种缺乏的时阵，你就会贫血嘛吼。嘛有一寡重金属是贵金属吼，像金啊吼，黄金这是贵金属啦吼。但是有一部分的重金属是对咱的身体真有毒性的吼，这包括镉、铅、银、汞、砷吼。差不多50-60年前吼，伫台南的沿海吼有乌咖啡的流行嘛吼。啊，这个乌咖啡流行，就是因为这个水内面吼有这个砷这个污染吼，啊，这个砷中毒引起乌咖啡吼。咱这个重金属对来吼，咱的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气啦，还是汽车啦，这个飞轮机排放出来的废气吼，还是咱一寡农业这个农药吼。这个废气排到大气空中去以后呢，伊有一天若准落雨，随着雨就降到地上吼。这个土地的污染吼，伫这个土地存留的这个重金属吼，超过几啊千年哦，几啊千年拢被 break down 吼。所以这个你若准持续一直污染，这个土地的重金属的污染的问题吼。啊，你对这个土地种植出来这个植物吼，都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啊，更较大的问题是这个。排放出来这些重金属吼，哪准随着下雨吼流到地下水，还是流到河流吼，造成水源的污染吼，安尼就佫有其他的问题啦吼。水内面哪准有重金属的污染，啊蓝绿藻对水内面繁殖出来，所以这蓝绿藻有重金属的问题。浮游动物食蓝绿藻，小鱼吃浮游动物，大鱼吃小鱼。随着这个生物链越往越高层，这个动物的体内吼，鱼类的体内，它的重金属的浓度的愈来愈悬哦，唔是倍数成长哦，你若看伊的数字哦，是10倍数还是100倍数的成长哦，所以这个作用叫做 biomagnification 哦，随着这个生物链的最高层的这个动物，它里面重金属的沉积哦，会倍数成长。啊，咱讲大鱼嘛有小时候啊吼，啊大鱼小时候伊食的物都无很济吼，所以伊重金属的含量就较少。啊，这大鱼愈来愈大只，到大鱼老的时阵，随着它的年龄越来越成长，它的重金属的含量也会越高。这个作用叫做 bioaccumulation。所以一只大鱼，因为 biomagnification 的加上 bioaccumulation 的关系吼，所以咱一般咱咧食的这款大只鱼。伊的鱼肉内面的重金属的含量就真悬吼，这鱼包括这个鲫鱼啦、tilefish 啦、吼鲨鱼啦、king mackerel 啦、orange roughy 啦、marfin 啦，吼这马林鱼这鱼啊吼，因为伊的重金属含量真悬，咱这鱼啊，咱常常是做沙西米咧食吼，所以咱年纪较大、喙齿较歹，讲沙西米软吼，咱就逐顿来食沙西米吼。啊，就是因为重金属含量真悬吼，建议是你一个月内面莫食超过1遍到2遍吼。你若食伤济的话吼，有可能会重金属中毒。较适食淡薄的鱼啊，包括这个 trout 啦、tuna 吼，因为伊伫个生物链的层级无很悬吼，所以伊的含量无很济吼。你一礼拜当食1遍到2遍吼。啊，一般尤其是翻瑞士这个 salmon 啊、pollock 吼，这鱼啊，因为伫生物层级较细吼，所以伊就较无这个限制吼。
第三个有关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吼，对健康有危害的吼，是霉菌毒素甲藻毒素污染的问题吼。有一寡农作物伊真容易这个霉菌霉菌污染吼，尤其是有一种霉菌叫做黄曲菌吼，伫个玉米啦、花生啦、大麦、小麦啦、高粱这内面吼，真容易造成伊的真容易生伫内面吼，然后造成伊的霉菌伫内面滋生吼。啊，你若准伫个霉菌伫内面滋生，你这个有这个霉菌污染的这个农作物吼，在不当的环境下保存吼，高温潮湿的环境下保存，黄曲菌就会大量的滋生。那黄曲菌里面它会分泌这个叫做黄曲毒素吼 ，aflatoxin 吼。啊，你若准饲鸡啊是饲牛啊是饲猪去食到这款有黄曲毒素污染的这个食品吼。即个牛啊，是即个鸡，伊生产的牛奶啦、伊的肉啦、伊的鸡卵内面都有即个黄曲毒素。啊，当然，即个动物的生产量会较少。咱人呐去食到有即个黄曲毒素污染的即个作物，也是食即个牛奶、食即个鸡卵。一家你若食足多的时阵，你的 acute poison 吼，急性中毒会致死亡啦吼。但是你若慢性吼，常常去食即个黄曲毒素污染的这个食品吼，伫囡仔会造成伊的生长迟缓吼，啊伊的这个 immune suppression 吼。但是对大人来讲，这个黄曲毒素是一个真强的肝癌致癌物吼，伊的指数肝癌吼，这是有做直接的关系吼。所以伫个撒哈拉沙漠、伊朗的这个非洲大陆吼，伊的黄曲菌的感染甲伊的黄曲毒素污染这个问题是真严重的问题吼。伊指数到每年伫迄个所在有2600万的 case 是因为肝癌吼，因为黄曲毒素造成的肝癌而死亡吼。当然，咱伫即个北加州，咱较无即款咱遮带的天气较无遐温暖潮湿吼，所以咱的黄曲菌的污染是较无遐严重，但是这嘛是咱爱注意的一个问题啦吼。尤其是有真侪人真爱食即个花生酱嘛吼。大部分伫美国大间的这个公司出的花生酱吼，大部分都有做这个 aflatoxin 的这个 monitor 吼，有去验这个浓度啦吼。啊，所以你若准无细致去食到这个有这个污染的这个花生酱，其实嘛是对身体有害啦。另外讲到的是藻毒素啦吼，藻毒素是安怎产生的？是讲你伫淡水还是海水内面，当你氮磷浓度升高的时候，加上高温。这水内面的这个 algae 伊就会大量滋生吼，叫做 algae bloom 吼。啊，这个 algae 伊本身也产生一些毒素啦吼。啊，上较有名的就是吼，咱住伫这个加州吼，咱知影咱的加州每年的这个 Thanksgiving 左右是这个所谓的当今的 scrap season 嘛吼。啊，最近这2年咱大家有注意到无？到 Thanksgiving 拢还无当今的 scrap 通去食吼。因为吼，咱北加州这个海水吼，这个温度升高吼，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吼 ，algae bloom 吼 ，algae bloom 了，这个 algae 产生这个 domoic acid 的精管吼，啊，这个螃蟹是食这个 algae 的，所以螃蟹内面的这个 domoic acid 的足管，啊，这个 domoic acid 是一个神经毒素啦吼，你食了你会健忘啦吼，袂记对一个人是恁某吼，真快乐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当年的 scrap 就袂食的吼。所以咱知影即个，咱伫个加州的即个海边吼，也是咱的河流内面吼，拢有当时会挂即个牌啊吼，即个 water warning 吼，甲你讲即个水内面吼有即个藻毒素的污染吼，最好你人吼莫挖即个水，也是你的宠物吼，我会记伫乌克兰附近吼，旧年还是前年，一只狗仔走入去内面出来就死去啊吼，所以即个藻毒素的污染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啦吼。食品安全第4项关于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是非法添加物的问题吼。什么叫做食物添加物？什么叫食品添加物吼？就是你食品要制作过程添加的物啊吼，这有怎样规划啦吼？像咱较在这个食品添加物吼，就是讲吼，恁有当时也是惊这个物歹去吼，所以你有抗氧化剂啦。要有这个物较好食，你可能掺味素啦，掺一寡甘味剂啦吼，要防腐啊，掺这个亚硝酸钠还是硝酸钠啦吼。增加口感啊，敢若讲完吼，要互伊切，鱼丸要互伊切吼，掺硼砂啦，食物要互水果汁要互伊看起来 homogeneous 吼，掺这个起凝剂吼。食品添加物有可能是天然的嘛，有可能是化学品吼，叫人工物质还是化学品吼。
咱一般通常听到这个食品添加物，就是有包括糖啦、盐啦、色素啦、糖精啦、甜味剂啦、防腐剂、抗氧化剂这些物啊吼。伫台湾最近发生的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事件吼，有真侪是非法食品添加剂吼，就是讲，有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寡厂商为着要赚较侪钱吼，用非法的物仔来用啦吼，比如讲这个毒淀粉事件吼，咱的这个carbohydrate这个物仔吼，伊煮熟的时阵是软软，你啊放久伊就会凝去啦吼。但是咱偏偏得爱食迄个粉圆，得爱软 Q， 搁爱软，搁爱 Q 啦吼。啊，所以得爱加一寡这个淀粉的改善剂吼。啊，但是这个不孝业者发现讲用这个顺丁烯二酸这个化学品甲加落吼，迄个粉圆啦、肉丸啦，拢变软 Q 吼。啊，但是这是一个工业用物件，这是非法的食品添加物吼。相同的就是讲，这个果汁你若甲放久，果汁伊会分离啊，顶悬清清下较浓吼。但是为着要互伊看起来，咱一罐就是 homogeneous， 其实你若去超去市场，你若买的果汁是 homogeneous， 内面拢有加起凝剂啦吼。啊，但是伫台湾是用塑化剂来代替起凝剂啦吼。啊，台湾讲到这个孔雀绿的这个遗产吼，这个孔雀绿是致癌物嘛吼。春节庙伊咧讲咧袂破吼，内面用吊白块啦，这是一种印染的完颜剂啦吼。讲完鱼丸内面放硼砂吼，啊这是非法的吼。豆干用这个工业用的皂黄吼，这拢是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吼。但是嘛有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吼，你伫美国FDA 内面吼，你甲看吼，伊有 list 差不多有700项的食品添加剂吼，有700项的化学品是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就是讲一般的这个医学人员，若是这个科学家认为讲伊是健康的啦，会食的吼，无危害，但是伊真济拢无经过 test 啦吼，像咱常常咧用的这个一种食品添加剂，就是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吼，大家拢知影吼，玉米甜浆吼，伊足甜的，啊，但是伊真济你咧甜点甜食内面拢有加这个物啊吼。但是这个事实讲起来吼，对咱身体的危害是真大啦吼。所以，even 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毋是讲你对身体无危害吼。咱来想看卖啊咧吼，咱若家己要做一个火腿吼，咱有可能一块猪肉，用盐、用糖甲烧烧咧，啊掺一寡末料，啊落烘，安尼就是叫做自制火腿嘛吼。但是你若去超级市场买好的做好的这个火腿吼，你甲看伊的 ingredient 吼，伊会写安尼啦吼，猪肉、大豆蛋白、蛋白奶、蛋白质，这听起来个还蛮正常的吼。后壁这听起来就有真啊恐怖吼，有亚硝酸钠、抗坏血酸钠、多磷酸钠、氟酸钠、核苷酸钠、蛋白质水解物，后壁佫有一个英姿虫红色素吼，听起来吼，感觉讲食起来吼，敢若真家己感觉真袂舒适啦吼。其实对食品添加物吼，咱久来吼，咱食了久吼，习以为常，咱无感觉讲食品添加物有遐尼啊严重啦吼。咱来看一个吼，少年的吼，教会一个少年，我问伊讲，你早餐、中餐食啥物吼？伊讲早餐吃火腿三明治吼，加一杯优酪乳，听起来蛮正常吼，蛮健康的嘛吼。然后午餐的时候，因和朋友出去食一碗炸酱面配鱼丸汤，然后最后吼饭后少年一定得爱一杯珍珠奶茶，然后咱来看，食这5项看起来无食足多，也无食讲真无健康，听起来嘛是真正常，咱嘛安尼咧食吼。啊，咱来看这个伊的 ingredient 吼，你要看卖下咧吼，火腿吼，然后三明治它有面包啊，有这个 mayonnaise 吼，所以 mayo 吼面包。啊，这个优酪乳，然后这个炸酱面的炸酱包、鱼丸，这个奶茶甲珍珠，每一项的 ingredient 拢有超过10项以上吼。你甲看卖，你刚食这5项食品内面，你可能食几啊百种的这个食品添加物吼。你若要斟酌甲读一个吼，读到你会惊啦吼。这个什么 sodium phosphate 吼，sodium nitrate、tricalcium phosphate 吼。这中文写来佫较恐怖咯，什么鸟粪嘌呤核苷二磷酸钠吼，听起来真恐怖吼。咱每讲习以为常啊，但是咱真正食入的这个食品添加物吼，可能有超过100种以上吼，所以这嘛是咱得爱真注意的代志啦吼。
食品安全第5项问题吼，是农药、抗生素甲荷尔蒙残留的问题吼。即个咱真爱问题啦吼，咱转去台湾，咱会买茶啊，买茶来送人啦吼。啊，咱真侪观光客去台湾嘛买茶啦吼。但是有一届吼，台湾一个《金周刊》吼，对台湾所有咧卖茶包吼做一个检验吼，所有的茶包吼都农药超标吼。甚至连美国进口的这个立顿奶红茶包吼，嘛是农药超标吼。台湾真侪迄个茶的连锁店嘛，其实咱北加州遮嘛真侪啦，什物贡茶啦，什物珍珠奶茶，真侪嘛吼。有一个叫英国兰的这个连锁店吼，啊，因为验出来讲吼，伊内面的 DDT 的农药超标啦吼，报关不实啊，伊产地也毋甲对来吼，所以吼不久以后，这茶叶下架，不久以后这店就关门嘛吼。真侪少年囡仔拢吼，阮的囡仔嘛是安尼啦吼，饭后一杯，吼，不管是珍珠奶茶或茉莉蜜茶，什么茶吼，我常常甲笑啦吼，饭后一杯农药啦吼，天天一杯农药安尼吼。农药残留的问题吼，含他拄啊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其实是相像的吼。农药的残留吼，你若讲伊个量吼，嘛会经过 bioaccumulation 甲 biomagnification 这2种作用吼。会对咱身体造成败害啦吼。所幸吼，这个问题无到这个重金属的问题遮尔严重是，咱相信美国的农夫吼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吼，所以伊这个植物咧采收的时阵吼，农药一定要到它已经 decay 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采收了吼。啊，咱倒来若甲伊洗好清气吼，可能的问题是无到重金属污染迄个咱严重吼。啊，讲到这个抗生素甲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吼。咱知影咱鸡仔吼，足惊着鸡济嘛吼，一届若着鸡济，拢死几千只、几万只的鸡仔嘛吼。所以鸡农为了要让这个鸡能够不生病吼，所以毋是讲等后鸡破病的时阵才互伊抗生素，是鸡仔未破病的时阵，routine 就互迄只鸡仔抗生素。啊，为着要这个鸡仔较紧大只吼，所以用荷尔蒙啦，用这个罗斯荷尔蒙吼，这个鸡仔会当较紧就会当上架去卖吼。啊，所以吼，报纸原咧刊啊吼，一个囡仔8岁吼，真爱食炸鸡块吼，每日2顿以上的炸鸡块吼，结果这个囡仔8岁，伊就胸部的发育吼，月经的来潮吼，这就是荷尔蒙的作用吼。所以咱伫咧美国吼，有一个有6个这个公益团体吼，伊对这个美国的连锁餐厅吼，做一个伊对这个 antibiotic policy 甲伊的 practice 吼，做一个评比啦吼，这个叫 chain reaction 啦吼。第3次的评比，2017年已经出来了吼。就是讲你这间餐厅，你对这个你咧卖肉类吼，你真注重伊的 antibiotic 是毋是有残留吼，还是讲你使用的拢是无 antibiotic 存留的这个肉类吼，这是 A 啦吼。啊，若你拢无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叫 F 嘛吼。A 上好的就是 Chipotle 甲这个 banana bread 吼，因这足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到这个 antibiotic。使用的问题，因为鸡内面拢无即个残留的问题啦吼。美食的即个吼，包括 Subway 啦、Chicken Filet 啦吼啊 KFC 甲 Taco Bell 吼，因有注意到即个问题，已经开始咧处理即个问题吼。C 是麦当劳甲即个温蒂汉堡吼，因为因有注意到即个问题，也答应讲2020以前要处理即个问题吼。啊，其他就是讲吼，视而不见啦吼，啊，即个包括即个 Pizza Hut、Burger King 啦吼。Dairy Queen 啊 ，Applebee's、IHOP、Olive Garden 吼，所以你若阵去间餐厅食饭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即间较贵淡薄啊吼，其实可能有伊的弊端的啦吼。咱若讲到即个农药甲即个抗生素残留的问题，咱就一定会讲到 organic 的问题吼，有机食品的问题啦吼。什么叫做 organic 吼？其实伫美国吼，1990年有一个 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 吼，叫做 OPA 吼，伊有对即个有机的植物吼，有一个真严格的即个标准啦吼，就是讲吼，你若准即个植物要叫做有机植物吼，你即个种植即个植物的即个土地，就要3年以上无用到即个农药，还是即个不能够使用的物质吼。你咧用即个施肥甲即个manure的处理吼，真正确而且真 consistent 吼。最好是用预防来。卖互伊产生病虫害吼，毋是用等伊产生病虫害再来用农药啦吼。所以你会当用王氏啦，会当用天敌的即个作用吼，互伊卖毋免使用的农药吼。
而且这个种植这个有机的这个土地的边啊，爱有一个适当的 buffer zone 啦吼，袂当伊的隔壁就是咧种植传统的嘛，啊隔壁来种植传统的，伊会撒农药，啊农药风吹就飞对恁兜来吼，安尼就无叫做有机食品吼，所以有真严格的这个标准啦吼。啊，若种肉类要叫做有机吼，啊这个控制搁较严啦吼，伊就是讲。即个有机的肉吼，像讲即个有机的鸡肉，伊咧食的食物一概拢是有机的啦吼，比咱人食较好啦吼。咱无一定逐项拢食着有机的嘛吼，但是伊若要叫做有机的鸡肉，伊食的食物拢是有机的吼，袂当用荷尔蒙，袂当用即个 promoter 吼，袂当例行使用抗生素吼，会当用维他命甲即个矿物质吼。即个动物吼，你要饲即个有机的动物吼，袂当甲伊。饲啊，敢若家条吼，内面吼足拥挤吼，袂当 overcrowded 吼，爱互有一个适当的生活空间啦吼。而且你吼每一个时间，你都要去遛鸡、遛牛、遛猪啦吼，爱互有一段时间你当出去户外吼，互因享受直接的日晒啦吼。这是然后咧，你这个动物的生产过程，爱有所谓的生产履历吼，爱有 record 吼，安尼才会当叫做有机的动物啦吼。你若完全符合即个规则吼，你就会得到即个吼，咱上倒手面即个 USDA Organic 的即个认证标签啦。啊，其实无同个国家伊的认证标准大同小异啦吼，啊有不同的认证的即个标签吼。啊，咱大家会感觉奇怪吼，咱有当时啊去 Sprouts 啊，是去啥物买物吼，伊来讲，即个物是100% nature，100% nature 敢是有机，含有机有啥物无相像的吼？咱来甲看卖啊咧吼。咱头拄讲的有机的条件，包括你袂当使用农药，袂当使用抗生素，袂当使用荷尔蒙啊，甲伊的生产的条件，其实伫 nature 的食物内面哦，拢无安尼的要求啦吼。所以安尼讲起来，大家讲，安尼 nature 含咱传统的食物，敢有啥物无相像？小可无相像啦吼。就是讲，你若真是 nature 的食物吼，因为咱传统超市咧卖即个食物吼，有可能伊有掺一寡 artificial flavor， 还是 artificial color 吼。咱上解常看到就是迄个鲑鱼吼，翻瑞士鲑鱼无迄橘红啦吼，伊拢大部分拢有掺 artificial color 啦。但是你若真是 nature 的食物，你就无即个 artificial flavor color 甲即个preservatives 吼，无即个防腐剂安尼啦吼。真侪人爱去 farmers market 买菜啦吼，感觉讲哦 farmers market 就是等于 organic 啦，无拄好啦吼。farmers market 像咱上正手边即个吼，即个蚵仔上吼咧卖即个 farmers market 吼，伊拢甲你写讲这一磅偌济，一磅偌济安尼尔，无甲你写讲我这 organic 啦。伊可能做老实啦，伊有影无用 organic 的方法来种植吼。中即个卖韭菜啦，伊甲你讲内面拢无掺农药啦吼。甲 chemicals 吼，但是咱知影 organic 还佫有其他的条件嘛吼，啊伊就是无讲完全遵守 organic， 但是做老师甲你讲，我即内面无掺农药嘛吼。即上右边即个小姐吼，边仔甲你挂一个牌啊 organic 啦吼，咱姑且相信伊是 organic 啦吼。但是咱就想讲，奇怪啊，伊啥啦 organic 就去搭迄个 USDA organic 迄个标签就好，啥啦伊无搭吼，因为。对 USDA Organic 这个有一个例外啦吼，就是讲你是小农吼，你的income没有超过5000块哦，你不用去认证啊，所以我们就姑且相信它是真的 organic 吼。对 organic food 吼，咱真侪人吼，心内有真大的征战啦吼，因为 organic food 加足贵的嘛吼，一个拢毋是2倍贵，有当时啊3倍贵、4倍贵吼，啊有当时啊咱年纪较大，一个经济无讲遐咱。方便的时阵，咱感觉讲哦，迄是真去买迄个organic food，敢有很重要啦吼。其实你若准农夫有遵守迄个伊的规定吼，啊咱若准买来物咱有真正家实证吼 ，organic food 对咱健康的 impact 吼，无拄拄啊迄个讲吼，即个感染源啦，即个黄曲毒素啦，还是即个重金属污染遐尔严重啦吼。所以你若真是真勉强的情况下，无一定的讲一定爱 organic food 才会使入啦吼。食品安全的上尾一个问题就是即个内容标示不实、仿冒造假、进口管制不同、甲安全认证的问题吼。大同沙拉油出问大同油的即个假油的事件吼，上重要就是讲吼，伊甲即个大豆沙拉油产业同业例数吼。
啊加做橄榄油来卖你啦吼。咱大家拢知影橄榄油对身体较健康嘛吼，所以咱大家开足侪钱去买一个橄榄油，结果你是去买着大豆沙拉油。这对身体并无危害的，大豆沙拉油嘛是会食的吼，只是你干那叫我骗钱去吼，伤心啦吼，无伤身体吼。但是咧，像阮伫美国吼，其实真济报告拢是安尼讲吼，美国的市售的这个 extra virgin 的 olive oil 吼，初榨橄榄油吼，其实80%是毋是初榨橄榄油啦吼。因为咱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国吼，啊，甚至包括意大利吼，生产的橄榄吼，无够现济来做初榨橄榄油啦吼，所以一大部分的橄榄油是其他的物啊啦吼。咱正手段这边看吼，有四种的橄榄油吼，这种伫 Costco 拢买会到啦吼。第一种是下中的下骹这个吼，伊甲你写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吼，一罐2公升吼，我会记是18、9块吼。啊，咱对顶管看起来，右边的顶管看起来吼，伊这有一个 pure olive oil， 第二个是 olive oil， 第三个是 extra light 的 olive oil， 有一个 extra 伫咧内面吼。啊，这有啥物差别的吼？其实橄榄油有真侪分级啦吼。你伫咧适当的时间，橄榄正成熟的时候，24点钟来用冷压的方法做出来的油，叫做初榨橄榄油吼。这是品质上好的，有阿罗嘛，有抗氧化剂，有单链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上好的一种吼。但是咧，咱有当时啊收成的时，咱迄个橄榄已经过熟啊，是讲你无伫24点钟内面甲处理，你榨出来的仍然是橄榄油，但是伊无迄个阿罗嘛，无迄个酸度是不合格的，这个就是橄榄油啦吼。啊，通常这个pure 的橄榄油或者是 olive oil 吼，伊会掺15%的初榨橄榄油混合。这 extra light 的 olive oil 就是讲，当你这个油已经安怎剪袂出来的时阵，伊会用一寡高温高压，甚至用一寡化学品去甲伊 refine 吼，甲伊提炼出来橄榄油吼。啊，这个因为伊的发烟点也较悬吼，所以当适合炒炸。但是伊迄个 aroma 甲迄个 antioxidant 拢已经无去啦吼，所以叫 extra light 啦吼。但是事实伊和一般的植物性的油是无真大的差别吼。所以你咧买油的时阵，你都要有一个了解吼，你才知影讲这个环保的代志是有一点仔严重啦吼。过来吼，大家拢知影麦当劳的鸡块啦吼，但是真济报告甲你讲吼，麦当劳的鸡块吼，大部分吼是用这个控来做吼。啊，而且伊个鸡吼，嘛毋是讲正面一块肉啦吼，是有一寡加味的物啊吼，加的，然后做成的吼。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offee mate， 咱叫奶精吼，咱人叫毋对，人伊甲你讲伊是咖啡伴侣，人嘛毋甲你讲伊是奶精。啊，但是咱讲伊是 creamer 嘛，但是你人甲正经看 creamer 内面吼，伊的成分哦，内面无牛奶，没有dairy这个成分吼，伊是一寡迄个化学品安尼甲伊混合成的吼。所以咱台湾有一个顺口溜讲吼，鸡块没鸡啦吼，奶精没奶，松露巧克力没有松露吼，这拢是真的哦。伊讲的这拢是真的，因为这物仔拢是假的啦吼。咱真爱啉茶啊，咱头仔讲哦，咱若是买茶啊，家己啉茶啊，搁送人茶吼。但是咱茶，台湾讲生产现济茶，会当互咱大家拢会当享受这个茶的好处吼。其实吼。台湾的茶的问题吼，上重要是因为台湾无生产现济茶，所以真济茶是进口的。进口的时阵，因迄个国家的管制无相像，所以伊的管制你的源头不清楚，你毋知迄个茶是毋是有问题吼？伊是毋是有农药超标的问题？第三就是讲进口的茶叶伊无迄个香味，所以来加香料的问题吼。咱甲看吼，台湾进口的茶吼，上大的是对越南进口的。每年进口2万公吨，毋是2万公斤哦，是2万公吨哦。伊越南进口的植物吼，佫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是，越战的时阵，越南咱的美军要打越共嘛，越共拢避伫树林内面啊，所以拢厂里拢找无嘛，所以美军就大量喷洒这个落叶剂吼，互这个鱼仔拢落来，越共就会现形嘛吼。啊，这个落叶剂吼，内面含有一个世纪之毒叫戴奥辛啦吼。这个落叶剂随着水下雨跑到土地以后，它就在土地里面沉积哦。所以越南生产的植物里面，这个戴奥辛污染的问题其实是个问题哦。所以咱要啉茶以前，咱就要小斟酌一下啦吼。好，咱头拄仔讲到真济食品安全的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哦。其实有一项，毋是这个食品有啥物问题。
而是你咧食食无健康的问题，叫做 unbalanced food 吼。你食食无健康造成的问题吼，对咱身体危害吼，嘛是比所有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站在第一位啦吼。这个无健康的食食是对咱身体的危害嘛是真大的啦吼。但是吼，真可惜的是吼，安怎食食较健康吼？咱真侪网络的消息吼，安尼网络消息满天飞啊！我有一届吼，有一站的时间啦吼，咱湾区吼的网络吼流行一个消息啦吼，讲一天一颗柠檬可以长命100岁吼，啊，大家吼就笑吼，朋友咧笑讲，咱湾区的台湾人的家庭吼，柠檬拢剃头去啊吼，安怎叫剃头？就是你当然有柠檬，你家己拢买来食了了吼，恁兜无柠檬啊，你甲朋友讨吼，拢家人的柠檬拢买来食了了。但是佮甲你讲，这个袂当食葡萄柚，因为葡萄柚有毒。啥怎柠檬甲葡萄柚拢是 citrus 嘛，拢是柑橘类吼。啥怎一个会当长命100岁，一个有毒。啊，原来是安尼啦吼，因为咱真侪时大人，伊有胆固醇过高嘛，所以医生会开 statin 互你食嘛吼。啊，医生会安尼讲，你若食 statin 的同时吼，袂用食这个葡萄柚啦，因为这个葡萄柚会影响 statin 的吸收吼，互你的吸收无完全，你就无迄个功效很大。啊，毋知安怎传到到尾仔讲葡萄柚有毒啦吼，啊，你就知影讲吼，网络消息满天飞吼，你要善辨它的真伪啦吼，有的消息实在是白听的吼，啊，咱逐个有当时啊，因为太侪消息，啊，朋友足好心吼，甲你讲吼，你就感觉讲啊较信啦吼，但是咱得爱善辨真伪啦，因为圣经安尼甲你讲吼，明得知识胜过黄金啦吼，智慧比珍珠更美吼，咱得爱有智慧来判断吼。其实对于这个食食的健康吼，美国嘛是这个政府就真关心这个问题吼。按1980年开始吼，美国农业部甲美国的这个应该是叫健康部还是卫生部吼，因都有出一个这个 dietary guideline 吼，根据现当时的医学甲这个营养学知识吼，甲伊累积的证据，对你的食食吼，安怎对食食对健康较好有一个建议吼。这 dietary guideline 每5年伊会 revise 一遍吼，上新的一版的 dietary guideline 吼是2015出版的吼，2015到2020年吼，你若真有兴趣吼，你会当上网吼，你起印2015USDA dietary guideline 吼，伊就会出来吼，有500个 PDF 档吼，恁大家有兴趣会当去斟酌看卖下吼。我今日甲大家做一个 summary 啦吼，就是讲吼，咱即摆现状美国吼。会食西方食物、西式食物吼，伊所产生的问题是安怎吼？就是讲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吼，差不多有1700万人吼，伊是有一种甲一种以上的所谓的 preventable chronic disease， 可以预防不要让它产生的慢性的疾病吼。啊，这包括啥物？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中风、游击病安尼啦吼。2/3的美国人吼是上过大箍的人。我今日去看咱台湾的这长辈吼，其实敢若无大箍的人吼，佮身材曼妙吼，较定要穿旗袍的吼一堆吼。啊，是安怎较有即个西式饮食会引起即个健康的问题吼？上大的原因就是讲，即个 dietary pattern 唔对啦吼，伊食食的即个品相甲即个方式唔对啦吼，过度的使用 high calorie 的食物吼。高热量哈，但是 poor nutrient 哈是低营养的食物哈，而且第3个原因是运动量过少哈。这个美国西式的这个饮食也 pattern 哦，有啥物唔好的所在吼？第一就是讲蔬菜、水果、全谷类、甲奶制品摄取不够啦哈，摄取的都是高热量、高盐、高饱和脂肪酸、精制糖类、甲糖类食用过量哦。地书啊，到维他命。纤维、钙、镁、铁都不足吼。啊，因为即马美国有真大间的食品店嘛吼，大量生产很多吼方便的食物吼。啊，咱有当时啊办单啊，就近买一个吼。啊，但是这 ready 的这个 food 吼，常常是 high energy 吼 ，energy dense 的，讲伊卡路里真高，但是伊内面的营养素无够吼 ，nutrient poor 的 food 吼。新的这个 dietary guideline 吼，建议咱食这个食物的 pattern 是安尼吼，你会当食健康的西式的美国式的 pattern 吼，还当食健康的地中海式饮食，还当食健康的素食吼。伫这内面吼，伊特别强调吼，不要强调个别的食物吼，
无，咱得爱相信吼，无一种物啊吼，你食了会长命百岁，无干那单一种食品啦吼。因为上帝制造这个世间有真侪食品吼，就是讲逐项拢会食一，逐项来均衡使用吼。不要 stick to one pattern 吼，你毋好讲吼，干食素食就干食素食，啊，就是有当时啊嘛真想要食一顿肉吼。你会用个早餐食一个健康的美式早餐吼，啊中昼食一个素食，啊伊嘛食一个地中海式饮食吼，安尼有变化吼，你靠胃口啦吼。健康的 dietary pattern 吼是啥物？第一，伊的迄个蔬菜水果的量较大吼，啊，但是当然水果的量袂当比蔬菜较大，因为水果内面嘛是有糖分吼。第二就是伊食 whole grain 吼，包括是糙米啦、whole wheat 这吼，有即个壳的吼，莫食精致的即个 carbohydrate 吼。第三就是讲伊的奶制品、西富的甲伊的 nut 的食量消化量较济吼，即对着身体较健康吼。moderate 的 alcohol 吼，会当啉酒，但是最好是红酒啦吼，适量吼。食较少的红肉甲 processed food 吼，莫食甜吼，尤其是甜点啦、糖类的饮料啦，还是即个 refined grain 吼。即款的健康的即个dietary pattern 吼，伫美国的即个癌症 research 的癌症研究协会，甲美国的心脏协会，伊建议的健康饮食拢相像吼。所以你就知影讲，即个健康的啉食是对咱身体，不管是癌症的预防，不管是即个心血管疾病，拢是有相同的作用吼。所以新的 dietary guideline 建议你吼，食较多的蔬菜水果，食较多即个 nut， 即个non-fat dairy 吼，海鲜吼，爱啉有够济水分吼，因为真济年纪较大长辈吼，因为行去便所吼，啊就啉足少的水吼，啊，就是咱的水分就爱一定爱摄取够有够吼。食较少的即个甜食啊、糖饮料啦吼，较少的即个饱和脂肪酸吼。但是对酒精啦，还是糖啦吼，还是即个 coffee 吼，这种适当的摄取都是 OK 的吼。唔好食上咸吼，每工所使用的即个钠吼，不要超过于2.3 gram 啦吼。你所有的卡路里的来源吼，唔好超过10%是对饱和脂肪酸来啦吼，就是讲肉类这方面的油啦吼。超过10%的即个卡路里吼，唔好对即个糖来，唔好对糖来的即个卡路里吼，唔好超过10%吼。意思毋是讲你袂当食遐济饭啦吼，饭叫carbohydrate，毋是叫 sugar 啦吼 ，sugar 就是糖的意思啦吼。所以即个新的金字塔，新的食物金字塔就是讲，愈下骹的物啊，你会当食较侪吼，愈顶悬的物啊，红肉啦、processed food 啦，是甜的，会互你血糖马上升高的，这爱食较少吼。但是咱来看这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的上下骹，吼，一个和食物完全无关系，就是叫你爱 daily exercise。爱每一个运动吼，每一个运动是伫咧健康的饮食的 base 啦，的基础啦吼。每工爱规则的运动吼，不管是对你健康的促进吼，还是对你疾病的预防，拢是真重要的吼。这个运动对你细汉到你老，甚至到你老，你有一寡 disability， 你已经坐轮椅，还是你行路无方便，拢相同的重要吼，拢着爱运动吼。运动含体重、含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肌肉骨头的毛病、甲 cancer， 甚至甲你的老年的智力是毋是有失智症，拢有真大的关联。安尼来讲，一日爱运动偌济吼？这个建议是吼，一礼拜内面你爱有150分钟中度以上的运动哦，爱做到有氧运动150分钟吼。哦，人家就讲，遐确定啊，咱下晡无代志吼，咱去进一个搭运动2点半钟150分钟，毋是安尼啦吼。你着爱平均分配吼，毋通一日暴饮暴食啦吼，一日运动啊，褪腿啊，然后剩下一礼拜拢无运动吼，爱平均分配啦吼。150分钟，那就会使话更加对身体更好的话，是一个礼拜运动到300分钟吼。所以一日差不多30分钟的运动，对咱的身体健康是有真大的帮助的啦吼。另外，你着爱做一礼拜内面爱有2遍吼，爱做强化肌肉的运动吼，就是讲你着爱提重物啦，是去 gym 吼，做一寡迄个肌肉的运动吼。最后下面吼，
长期久坐的运动哈，不卖有这个 sedentary 的这个 sitting 哈。尤其是咱即摆吼，有当时上网看电视吼，看上网做一寡迄个网络吼，看消息吼，坐3点钟啦吼，这是毋好的啦吼。嘛毋好讲吼，食饭饱怎坐统一看电视吼，吃到去困吼，一坐就坐几啊点钟吼，这对身体健康拢是毋好的吼。咱他讲的是65岁以下啦吼，若阵65岁以上，佮较老的人要安怎咧？就是讲你的运动量嘛是拢爱相像啦吼。然后你要运动的进前，你可能爱和你的医生去参详看卖，你有可能有心律不整啊，是有其他的毛病吼，你着爱看医生，看安尼是毋是有安全啦吼。若阵会使的时阵，你爱 as physically active as possible 啦吼。另外就是讲年纪较大，你着要加上一寡所谓的平衡运动吼。咱较早有讲过骨质疏松吼，老年骨折的问题吼。咱若阵年纪较大，咱平衡可能较歹吼，所以一寡平衡运动避免你跌倒吼，产生骨折吼。有一寡年纪较大的长者会讲吼我即摆年纪渐大吼，搁运动简单啦吼。咱圣经安尼写讲吼，你敢毋知影你的身体就是上帝殿吼，上帝灵住伫你内面吼。你若要危害你的身体吼，上帝就会危害你吼。所以为了咱的身体会好的问题吼，咱也是爱勉强来运动啦吼。所以咱今仔题目讲吼，咱着爱注意食品的安全，爱食食着爱健康的面食啦吼。即个林杰良医师是台湾医界良心啦，我真敬佩一个医生吼。伊对即个要安怎健康的饮食，伊有一寡建议吼，我感觉真好，大家当这个常客啦吼。吃当季当令的食品吼，少油、少盐、少糖。吃食物不要吃食品吼，像那个食物原形的食物，就是讲你迄个煮起来了，你知影迄个是鱼，你知影迄个是鸡肉，迄个是猪肉。食品就是讲，比如讲鸡腿，你也毋知影讲伊是 turkey 还是伊是 beef 吼，毋知影是牛还是鸡还是猪吼，你著迄就是叫食品吼。不吃生食吼。轮流采买不同产地的食材，他讲的污染的问题嘛吼，所以不同产地的污染无相像，你这一寡遐一寡中毒拢无够毒的程度安尼吼，分散风险啦吼。咱知影讲真侪代志，身体健康拢和这个食物有关系吼，但是吼上重要毋好过犹不及啦吼。TAC 吼，台湾会馆每礼拜是有迄个 Happy Senior Day 嘛吼，我看到一个兄弟吼，迄中昼有公餐队无靠叫来吼，迄个较重口味，一个兄弟食甲真欢喜，讲迄是伊的 Happy Hour 啦吼。我就问我本来知影讲，因太太真重视即个身体健康吼，所有的菜，因倒是食菜啦吼，所有的菜拢用水烫过吼，无油无盐吼，地两地豆油着食沙米素啦吼，所以即个兄弟吼出来外口吼，安尼杀甲无在人吼，所以不要过犹不及啦吼，因为咱年纪较大的人的问题吼。其实对咱台湾人的长辈来讲吼，你较大的问题并不是讲过胖的问题，较大的问题是营养不良的问题吼。因为咱的喙齿变较歹，咱的食食较无好，咱的消化道较吸收也较无好吼，所以营养不良普遍是咱年纪较大的人的问题。咱的一个研究显示吼，咱少年的时阵，咱甲你讲你 BMI 就要小于20吼，25吼，但是咱来看吼，愈老的伫顶悬这两条纹线吼。60岁、70岁以上吼 ，BMI 大于25吼，就是讲你有小可丰满吼，其实你的寿命是较长的啦吼。意思就是讲，咱有一寡本啦吼，安尼咱会当活较久啦吼。咱常讲吼，少年的拼汉子拼成功啦吼，老来拼健康吼。这个健康其实包括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心智的健康，个包括你里面的健康啦吼。圣经安尼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啦吼。这个 slide 我进来吼，父母 Piglet 讲 What day is it 吼 ，Piglet 讲 It's today 吼，父母这是 My favorite day 吼，我上爱日子吼，每天拢是咱上爱日子吼，咱有这个快乐的心情吼，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吼，对咱长辈吼是真好的代志啦吼。有一个信仰嘛是对长辈真好的代志吼。我是一个基督徒嘛吼，所以彼得前书讲安尼，你要甲一切路拢写互上帝，因为上帝会顾念你吼。咱若有困难的时阵来向上帝亲近吼，心情会得到真大的安慰吼。这是我家己的切身的经验啦，和大家分享吼。今日我就讲到这，多谢大家。
多谢施医师互咱非常精彩的演讲，我相信我们都是受益良多了我感觉听今天这个演讲就指挥咱一年所交的学费，所以咱搁再来拍拍啊，该多谢。